在哪儿？哎，你没我没摔死啊！能动胳膊能抬腿，但能不死必有后。别动！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在这里开枪会引来家母的。家母又是什么？把你屁股底下的东西拿给我！屁股，这一下，走你！好像卡住了。赶紧的，别给我耍滑头！接住！压到舌头了！别跑！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你又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大小姐，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。失忆，你无知！现在又是什么情况？放开我！去过那个小偷啊！你们这帮废物！那就是家母，一切致命的伤害都会把他们引过来。没空解释了。失忆，你会遭报应的！你现在能告诉我家母到底是什么了吧？他们是维护整个空安全的守卫，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难道你们摔坏了？我的确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给我吧。作为交换，你得帮我找回记忆。你怎么比我还不要脸？你为啥骂自己呀？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喂，等等我，这个东西好沉的。那我帮你拿好不好？不要。开采完成，无法定级。啊？谢志看得那么紧，怎么说也有 A 级吧？天明不会鉴定错的，你就别做梦了。找遍整个空 ，A 级的机甲配件屈指可数。就是个废料，要我们帮你销毁吗？哎，你还我！卖地摊也还能吃点钱。你就别老想着去命运之门了，我们这个破区就清死那种狠人才有可能。放下对过去的执念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躺平才是王道。不对，如果没了过去，那不是白活了吗？这又是谁啊？十一，你今天捡了不少东西啊！不知道从哪里摔下来的，看样子要么钱都输完了想寻死，要么就是个小白。哦，来，你过来，看一下钱还有多少，不就清楚了？钱？什么钱？我来帮你查一下。哇，钱还不少呢！这位小姐，您不妨开通本店会员，打造任意机甲，都可享受会员优惠。一店，我们什么时候搞过会员了？不要把自己的信息随便透露给别人，会给你惹麻烦的，尤其是这种人。我是半斤，你就是8两。吃再多也不能帮你恢复记忆的。那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你们刚聊的我一句都没听懂。东海哥，你不是答应帮我找回记忆吗？在这个世界，钱就是记忆，记忆就是钱。但你们不是说我钱还不少吗？那我怎么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？因为你还是个小白。小白？小白就说明你还没有在全台登记。全台？那又是什么？本年度第7位拿到进入命运之门资格的选手出现啦！优秀选手是11区当之无愧的黑马，以全胜的战绩率先将钱集满。参加拳赛就能快速获取大量的钱，一旦钱集满，你就能找回所有记忆了。可是为什么我明明有钱，但好多事情还是想不起来？参加拳赛需要什么条件吗？走吧。百闻不如一见，带你去拳台。
哇，空一共分为12个区，我们所在的是第3区，是竞争较少的偏远小镇。选手以钱为赌注，赢家赢钱获得记忆，输家输钱失去记忆。集满钱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命运之门，进行更高段位的比赛。集满了钱，记忆不就都找回来了吗？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比赛？正因为有了记忆，才会让你更想比下去。去，最讨厌你们这种谜语人了。等你能拿回所有记忆那天，你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也要参加拳台的比赛。大小姐，打拳哪能只靠你那俩小拳头？那，至少也要准备个白锯吧？这是……白锯是防御装备的统称，这个头盔就送你了。哎呀，大哥，这怎么好意思嘞？你还真不客气。前方到站，第3区拳台，请下车的乘客带好您的随身物品。走。OK， 帮你登记好了。这刚才亮了一下是啥意思啊？这个装置能统计你的钱，也能接收比赛的信息。刚才是你有一场代打拳赛的信号。啊，我这就开打了。你别紧张，第1次登记完呢，都会有一场为小白准备的教学赛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一名命运拳台的选手。为了找回自己，加油！糟糕了，忘记问十一怎么用它了。十一，你在吗？这个头盔我戴不进去啊！哎，根据打开，启动防御。叮铃叮铃，马鞭马鞭后，马鞭呼噜噜噜噜呼呼呼，嘟嘟嘟嘟嘟嘟。服了服了，不行，只能把它当投掷武器使了。谁要坐在我头上？什么情况？这次怎么是个头？头盔说话了。骂谁呢？谁是头盔？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该称这大哥你为白锯？你是白痴吗？你见过白锯讲话吗？我不懂啊，我也是今天第1次才知道白锯。这里是命运拳台的候场室。那你是来打比赛的喽？第1次知道白锯就敢来比赛，你生下来的时候是头着地摔坏脑子了吗？好了，你也别太紧张了。第1次登记完是一场教学赛，也就是走个流程，别怕。原来如此，我懂了。你今天是刚来这个世界吧？什么叫刚来这世界？我这么大个活人，只是没了过去的记忆。果然，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。你要干嘛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还有，我到底是谁？候场时间结束，请选手做好准备。上场吧，马上你自己就能体验到了。哼，又是个谜语了。好呢？哇，装备精良，看来是有备而来啊！这场比赛看来是虐菜局了。准备好体验教学赛了吗？他手上拿的是天明鉴定出的废料，十一怎么能这样坑他？就是个废料，要我们帮你销毁吗？哎，你还我！卖地摊也还值点钱呢。为什么会是你？我跟你说过吧，
不要把自己的信息随便透露给别人，更何况是让别人来替自己操作拳台的登记系统呢？对了，我可是替你下注了所有的钱呢。笨蛋，现在体验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了吗？就算想不起来自己是谁，从哪儿来，但我知道，我不会认输，也不想认输。认输吧，把你的钱拿来。哎，看来裸装女孩想用逃跑来拖延时间，可惜不分出胜负的话，比赛是不会结束的。往哪儿跑？你这样一味逃跑是没用的。对啊，裸装女孩竟然挡下了一击，让你别逃跑不是这个意思。够了，我不装了，我摊牌，你把我带上吧。我的天哪！裸装女孩手上的头盔还能变化形态，真是前所未见。这又是什么情况？等等，这该不会是个河吧？看来天明鉴定的没错，他就算能转换形态，但终究还是个废料。这么不听说话，凭你还想审问我？现在立刻放弃主导，战斗交给我。小决赛结束了。乖呀、好，金蹄子。太好。哇哦！裸装女孩出手了，第一次反击就给对手造成了重创，这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这机甲得花多少钱才能买到？这哪是用钱买到的？和可是比 S 级机甲还要稀有的存在，它跟我们是同样的生灵，机甲只是他们的载体。第三区太过于落后了，当然没人见过这么罕见的机甲，所以也没人知道，他已经把那个女孩给占据了。哇！裸装女孩开始了绝地反击！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高矮攻的菜鸟？我怎么可能输？看来比赛开始前，我预测的没错，注定这是一场虐菜局。
我要去。我必须提醒一下，拳台上如果不认输的话，那只有死路一条。11选手终于认输了。无聊至极。必须要回去。哦，看来裸妆女孩想要发表获胜感言。从那个女孩交出主动权的那一刻开始，她就已经不在了。我会再踏破命运之门，登顶拳台。现在的她只是个贝壳寄宿的躯壳。哎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喂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我赢了！这个女孩为什么可以摆脱河的控制？我居然赢笨蛋，是我打赢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没关系啊，那就是我赢了。丽丽，你把我放下！对了，多大哥，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这都没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尔虞我诈，有够迟钝的。又怎么了？打赢比赛的钱到账了，对应的，你的一部分记忆也会随之而来。这里是叫做空的死后世界，不甘死去的执念把我们带到了这里，但并没有带着生前的记忆。原来是这样，但我一开始就有的那些钱，又是什么？每个人钱的起始数量和你在现实行善积德多少有关。有些人坏事做尽，来到了这里就身无分文。那命运之门到底是什么？进入命运之门就意味着进入决赛圈，最终获胜者能重活一次，但并不会带有空的记忆。我要去。你要是撑不住，我可以随时接管比赛。阿甘选手先选择了避开攻击的迂回战术。怎么样？还要继续玩下去吗？你是不是在限制我？为什么感觉动作很不协调？接着走！哇，这一拳可以说是打得非常刁钻，可惜打偏了。我不想死。用我的身体，你当然不自如。哎，阿甘选手竟然自己摔倒了。怎么做才能和你？他站起来了，他好像找到了感觉，他又跪下了。这在干啥？他又站起来了，他又跪下了。阿甘选手的招数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啊！再这样下去，你会输的。我不想死！谁能想到呢？上一场比赛叱咤风云的阿甘选手，竟然在这场低端局被打得满地找牙。听命于我。阿甘选手忽然不动了，他这是要认输了吗？动作失控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合作，口口声声说和我做搭档，却把我当工具。我宁可输掉比赛，也不会向你妥协。哇，集中火力的打击！阿甘选手准备就这样无动于衷吗？
选手展开了防守。看来对手的弹药已经用尽了。我不想死啊！我去你的！不想打你就起开！什么情况？阿甘选手竟然选择了认输！扣钱丢记忆的滋味怎么样？说大话前，先了解清楚后果。哎，我们这是输了？啊，糟了，我怎么记不起你叫什么了？特大哥，这是大米。张三。谁取的名字太逗了！我是阿甘，合作愉快。哎，大熊选手换上了新的机甲，看来为这次生死战做足了准备。换这个虚者，大熊，你可不能输啊！青隼选手先发制人，进攻相当犀利啊！师傅，回击，喷出拳！哇！大熊选手换上新的机甲之后，有如神助，反击成功。论格斗经验，大雄远超一般拳手，但之前受限于装备，一直没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。这套机甲灵活性高，不仅不会限制他，还能强化他的优势。现在就看青隼怎么出招来限制大雄的进攻了。蝶形步。还要去打神破比赛，现在一身伤连个学历都没有，怎么养家糊口啊？赢了就会有奖金的。那点钱怎么够？女儿读书买房哪样不花钱？以后不许再叫他打拳了。像你一样，有个屁的出息！大熊选手闭上了眼睛，这是决定摆烂了吗？师傅这是在干什么？冷静点！身为拳手，有时候相信眼睛，不如相信自己的本能。哇！大熊选手竟然
做了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回旋摆臂动作。哇，这什么情况？大熊选手发起了疯狂的反击。漂亮！青隼选手也使出了反击拳，这招也是大熊选手的招牌动作。没想到今天被青隼选手所效仿。你不是在效仿？这个动作，我只教过一个人。女儿，这个反击拳是老爸独家原创的技巧，非常考验抓时机的能力和胆魄。迎着对方的拳头，借力打力，出其不意。看有，新人选手青隼实现了出道以来的3连胜。第一次在拳台上看到熟悉的步伐和身影，我就确定那个人是你。哎，你以前练过拳吧？是谁教你的？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一些口诀和打拳的本能。我知道，在空这个地方，每个人的潜意识都会优先扣除那些不想保留的记忆。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，所以被你从记忆里抹去。知道你会拒绝送来的钱，所以只能用其他方式来帮你。存起来。有这么好的配件，干嘛不用？还有让我帮你修那身破的。省吃俭用的日子，从前过惯了。站起来，还有机会。再快一点，快呀！不甘心就这样死去。青隼选手不肯认输，再次迎战。加油！新人选手青隼实现了出道以来的3连胜。姐，能不能再缓2天？那些人现在就堵在家门口，非要还钱呢。我也着急要钱，你这怎么能借了就不还呢？你也说说话，求求苦苦啊！姐。我一定要靠自己重活一次。求求你帮个忙，我会尽量还上的。看在这么多年情分上，就把我整死吧。活着时
我受够了求人的气，就算死，我也绝不受借来之事。大熊选手向您发起挑战，是否接受？这人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挑战我？无论是谁，挡路的人我都要击溃。要改变命运。胜者是青隼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尖叫声欢送他离场。快点，要不要快？学会这一招了，你以后打什么比赛都有还击的余地。这是只有我们父女俩才制造的秘密武器。你要活下去。青隼选手这是要做什么？这是我留给你最后的礼物，希望它能代替我保护你。